講起中國嘅旅遊勝地，大家可能會第一時間諗到北京長城、上海外灘或者西安兵馬俑。但其實近年有一個地方越嚟越受到注目，就係新疆。新疆係呢幾年中國旅遊嘅熱門地區，佢嘅面積有1664897平方公里，大概係1513個香港咁大。新疆地貌係三山夾兩盤，即係擁有高山同盆地相間分佈嘅獨特地形。南北兩端分別係昆崙山脈同阿爾泰山脈，而中部嘅天山山脈就將新疆大致分為準噶爾盆地同塔里木盆地兩大部分，我哋普遍稱之為北疆同南疆。假設以北疆偏北嘅禾木村走到南疆邊境嘅盤龍古道，大概需要30小時嘅車程，所以好多人都會選擇南北疆分開玩。隨住中國嘅鐵路網越嚟越發達，衍生咗新嘅旅遊方式，就係專列旅遊。利用專列嘅鐵路優勢，可以24小時不停開行，日頭安坐專列睇風景，夜晚穿越深山無人區，大幅度慳咗日頭行車或內陸機轉乘嘅時間。中國嘅旅遊專列幾乎每年都有新車推出，今次就想講下喺2025年年尾做好，預備喺2026年啟用嘅新東方快車。佢亦係烏魯木齊鐵道局指定唯一一列源於新疆兼能跨越南北疆嘅旅遊專列。新東方快車由2000年左右開始成為載客嘅專列，主要係接待國外遊客嘅旅遊交通工具。發展到2026年，已經係進化成第4代最新車體，每列車有18節車廂，發電車1節，旅客套房車廂13節，餐車3節，酒吧車1節。新東方快車提供3種房型嘅選擇，分別係金鑽房型12平方米、銀鑽房型10平方米、藍鑽房型8平方米。3種房型都有配備私人嘅浴室同洗手間，亦有無限補充嘅 mini bar， 仲有提供管家服務，可以安排或解決喺專列上遇到嘅各種難題，務求將專列車廂提升到星級酒店嘅水平。新東方快車更設有酒吧卡俾大家娛樂消遣，除咗可以飲翻幾杯聯誼下之外，亦都可以唱下卡拉 OK， 輕鬆下，都係免費㗎。我哋今年安排咗3個出發日期，分別係4月20號、6月13號同埋9月12號。其中4月20號更加係2026年嘅首發車次，即係全新車廂第一手享用。13天嘅旅程採用國泰直航來回烏魯木齊，唔使轉機，慳水慳力，到步直接開啟新疆探索之旅。我哋由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出發，先去世界上海拔最低嘅城市吐魯番，去火焰山揾孫悟空同鐵線公主拍照留個念，記得睇下支金剛棒溫度計有幾多度啊！跟住世界文化遺產嘅交河古城參觀世界上最大又最古老同埋保存得最好嘅生土建築城市。我哋又會去勁多傳說嘅天生天池遊覽，仲會坐船遊覽天池，感受媲美瑞士嘅美景。稍後我哋搭乘新東方快車前往南疆嘅文化古城克什，感受新疆千年文化嘅累積。旅程繼續深入南疆嘅邊境地帶，欣賞國家5A級景區嘅白沙湖，同埋乘搭小型專車遊覽中國50個人生必到嘅網紅景點盤龍古道，一齊走過639個彎，人生以後盡是坦途。回程克什嘅路上，我哋會參觀有冰川之父之稱嘅卡拉庫里湖，遠眺慕士塔格峰及貢格爾峰雪山。返到克什古城，千祈唔可以錯過新疆最大嘅艾提加爾清真寺，同埋仍然有人生活嘅國家5A級景點克什老城。隨後我哋再次搭乘新東方快車去到副車參觀另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克孜爾千佛洞，同埋極具震撼力、氣勢磅礴嘅天山神秘大峽谷。隨後登上新東方快車前往庫爾勒，前往中國最罕有部族嘅羅布人村寨，一個連接沙漠嘅少數民族聚居地。喺呢度可以體驗騎駱駝嘅活動，然後再次登上新東方快車去到北疆嘅阿勒泰，穿過著名嘅阿和公路，去到中國最隱世嘅美麗村莊禾木村，感受村莊與世無爭的感覺。離開北疆邊境前，當然唔少得要去神秘而又美麗嘅喀納斯湖、神仙山灣打卡留念。一切咁精彩嘅南疆加北疆旅程，只有搭乘新東方快車先可以喺13天內輕鬆完成。我哋團隊亦有安排醫生隨團出發，玩得更放心。專列名額有限，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瀏覽我哋嘅網頁或者打嚟報名中心34430880留位報名啦。